最近有冇留意一單新聞啊？話說有位中學老師咧患上末期擴散性腺癌，佢太太喺網上發起眾籌支付醫藥費，結果咧引發好大爭議喎。冇錯啦，唔少人善心捐款嘅同時，事主夫婦被指生活奢華，有人更批評佢哋經常喺網上有炫富行為，部分人要求退款。事實上，眾籌引發嘅亂象咧，已經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啦。我哋早喺差唔多4年前咧，已經呼籲當局眾籌亂象冇網管，立法不能一味拖。當時曾有官員表示會就眾籌立法諮詢公眾，但似乎唔見有咩進展啊。東孚就有關議題了解市民意見，法律界人士亦會講解市民萬一遇到有關爭議可以點做。事不宜遲啦，東孚各界即應。